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那照台湾的传统，过年啊有真侪风俗，有人感觉安尼才有过年的气氛嘛，也有人感觉哦家境无闲，不如来去上班较轻松。反正啊，大人啊是乱吵吵，囡仔是爱年糕。无论安怎，过年拢是台湾上闹热的节日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分享过年啊种种的风俗。先说来看相关的台语安怎讲。若讲台湾年种种的仪式啦，一般是对日时送神开始算起，送神啊，就是甲神明送登去天顶。所以讲啊，送神早，接神晚，送神的仪式拢是伫早起哦。一般送神，咱会穿生礼、素果、金纸和魂马。魂马就是顶面印马啦、印白魂啊，还是印新旧的金纸，通互神明啊，坐这交通工具登去天庭。这登去天顶的神明啊，民间相信讲啊吼，就到初四接神迄天，才会搁登来民间哦。所以啊，咱若甲神明送走以后，神明听就无神明啊。那照台湾传统的风俗，平常时啊，神明桌啊、公妈桌啊是袂当乌白叮当的。但香炉内底香灰，准有较满小块，嘛袂当随摕去倒哦。安尼啊，惊搅扰到神明，也是破坏到迄个风味啦。所以啊，一年内面会当甲香炉，会当甲神明桌啊、公妈桌啊刷叮当来切来整理的，都是送神了尔。因为这时啊，神明拢已经离开啊，所以咱会当放心啊来摒扫。但送神了的摒扫，咱甲叫做清屯。除了神明听、公妈听，哎，迅速甲厝人摒咧哦。因为俗语讲啊，大摒厝才会富，清屯摒扫是大家重视的过年风俗。当厝摒好以后，啊，就是等过年咯。29暝啊，就是华语讲的除夕。迄天的中昼啊，爱拜地基主。拜地基主的风俗真特别咯，是对后尾门的外口拜入来厝内，和一般的拜拜啊完全无同。另外，照台湾的传说，地基主爱食鸡腿，所以拜地基主拢得拜大只完整的鸡腿。其实啊，拜地基主的信仰是受到咱台湾北部族原住民的影响，才豆豆啊演变出来。传统上啊，有拜公妈，就会拜地基主。对这会当看出地基主和公妈的关联性真大。当地基主拜好，就拜公妈；公妈拜好，就会当搭船啊咯。传统的船啊有3张，2张直的，1张横的，分别搭伫大门的倒边、正边和正中。船啊是民间文学的一种，伊爱押韵，讲究啊吼平仄。大时你若徛伫门外，看向厝内，安尼正手边是顶联，倒手边是下联。大时啊，最后一字是这声是顶联，平声是下联。这边哪分咧？阿信老师教恁一个小撇步，恁若用台语念船啊的最后一字的时是入声音。啊，就是念起来短短啊，像讲福气的福，品德的德，集合的集等等，这啊拢是这声，这得爱搭伫外口面对大门的正手边。另外啦，用华语念起来是第3声、第4声的，啊，大部分拢是这声。现代人有在住大楼啦，无所在通住传统的船啊，就拢搭一个四角形的啊，内面啊写一句吉祥话，也是敢若一字春啊，一字福的啊，安尼嘛是会使啦。啊，若船啊搭好以后，就会当准备围炉咯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甲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